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祝贺加拿大新任总理马克·卡尼；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重申美国对西藏人民的持续支持；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9次会议开幕；第12届教育委员会暨资讯委员会会议在达兰萨拉召开。驻日内瓦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8届会外活动上发表讲话。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六3月15号致函马克·卡尼，祝贺他当选为加拿大自由党领袖，并被任命为加拿大总理。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写道：“作为一名有幸成为加拿大荣誉公民的人，他特别赞扬加拿大充满活力的民主，并向加拿大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西藏人民提供的持续帮助表达感谢。”尊者还祝愿卡尼在为加拿大人民服务并为全球和平做出贡献方面取得成功。此外，鉴于近期媒体关于美国决定取消83%美国国际开发署项目的报道，流亡藏人及各国支持西藏人士对这一决定可能对西藏人民争取自由与正义的持续努力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之际，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于上周一3月10号致函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编发次人，重申美国政府对西藏人权和自由坚定不移的支持。司政编发次人在正在召开的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9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了美国国务卿亲自写给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信函的重要性，并指出这是美国政府重申与西藏牢固关系的历史性举动。他还强调第16届嘎夏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以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西藏基金等组织为争取美国对西藏人民的关键支持所做的努力。他还强调，藏人行政中央的各项计划和倡议必须与当前美国政府的利益保持一致，同时也要符合西藏人民的整体愿望。尽管美国国际开发署项目已被特朗普政府暂停，但卢比奥重申了美国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立场。在藏历木蛇新年期间，卢比奥于3月1号在他的官方 X 平台上向西藏人民致以藏历新年的祝福，并强调美国认可全球藏人社区的坚韧与毅力，并重申美国政府对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语言和文化遗产的承诺。美国政府近期在多个平台上不断重申对西藏政策的坚定立场，充分展现了美国坚定不移的对其西藏政策和对西藏自由事业的长期支持。另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9次会议于本周一3月17号上午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本次会议将对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2025年至2026年的财政预算进行审议和批准，并将通过相关决议。议长康波索囊丹培在开幕式上致辞时，重点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强调了中国当局在今年的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日对境内藏人学生的限制。他还指出，达赖喇嘛尊者的最新著作《为无声者发声》于3月11号出版发行，受到全球主要媒体的广泛报道。议长重申，西藏的转世传统不能被中国政府政治化，并敦促西藏人民保持希望。司政兼财政部部长编发次人提交了藏人行政中央2025年至2026年度的财政预算，提议拨款36.753亿卢比。随后，预算估算委员会和公共账目委员会的主席也提交了相关报告。随后，相关议员提出了预算辩论动议，
第一天的会议通过了声援境内藏人和对近期逝世的重要政治人物的悼念决议。会议还欢迎外国观察员，包括德国议员安娜·伊丽莎白和英国支持西藏团体的成员凯特·桑德斯等政要。此外，为期2天的第12届教育理事会和资讯委员会年会于上周四3月13号在嘎夏秘书处会议厅召开，重点审查历年通过的相关决议、改进课程和保护藏语和文化等议题。会议开幕式由司政边巴次仁主持，教育部长塔兰卓玛和相关官员出席，并和与会嘉宾深入讨论了各级学校的教师培训、调整流亡藏人社区教育政策等重要议题。司政边巴次仁在发表讲话时，着重谈到了对美国国际开发署终止圆桌资金方面的担忧，并指出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保证美国将继续支持西藏。他还强调了培养学生在学术之外的多种才能。为期2天的会议还审查了此前通过的相关决议，最终确定了在各级学校加强计算机课程，并探讨了解决社会科学教育方面面临的挑战，以及加强藏语能力和文化保护等相关策略。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8届会议期间，于本周二3月18号在日内瓦参加了受危险人民协会组织的一场有关受中国迫害社区状况的会外活动，并和与会代表深入讨论了中共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犯下的罪行。来自维吾尔、哈萨克、法轮功和基督教团体的活动人士，以及来自13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活动。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起在活动上致辞时，主要强调了保护藏人身份的迫切性，并谴责中国强迫藏人儿童与家人分离，从而进入寄宿制学校接受同化教育的政策。他还谴责中国政府压制宗教自由，包括禁止藏人拥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和第11世班禅喇嘛失踪等问题。他进一步对中国在西藏实施的环境政策表示担忧，尤其是修建大型水库项目，强调这些项目在没有与当地藏人社区协商的情况下，导致西藏游牧民和僧尼流离失所。他进一步引用达赖喇嘛尊者近期出版的新书《为无声者发声》，强调中国政府加强对西藏寺院的控制，并让中共官员参与寺院管理，以及日益加强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监控等问题。他还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并敦促国际社会反对中国在西藏实施的镇压政策。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